常年期21周3章數年得撒洛尼人後書3章6到10節，16到18節馬竇福音23章27到32節。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到神父讀經反省。2026年8月26日，耶穌基督。有些得撒洛尼基督徒心想耶穌第二次來臨很快會發生，這樣幹嘛還去工作，還去耕田、播種、等待收割？保祿中途以自己勤奮日夜工作為榜樣，要求那些人不能游手好閒，若不肯工作，就不該吃飯。一方面，保祿要說明的是主耶穌再來的時間是人無可預測的；另一方面，人在世間的工作是有意義的，甚至有一個永的意義。耶穌再來時，天國的生活跟現世的生活不是斷層的，而是有連貫性。任何在現世為正義、和平付出的愛與努力，在天國來臨的時不是泯滅掉，而是收穫完美的結果。天主教教導誰？人在世上的工作勞苦是參與了造物主天主的創造工程，人成了天主的共同創造者。工作對人來說是一項權利和義務，藉住工作，人與造物主合作，在勤奮和有效率的工作中，人實現銘刻於他本性的潛能，以造物主的恩賜及天賦的才能，光榮造物主，維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並為人群服務。藉住天主的恩寵，工作甚至可以成為聖化及與基督合作拯救別人的方法。所以天主教徒絕不是厭世出世的，而是入世見世的。當我們殷切期待住耶穌第二次來臨的時期，我們每個人每天為社會為世界貢獻出天主給我們的塔冷通和辛勞的汗水，這樣我們的死亡不會是可怕的一堆污穢，而是進入永生的門檻。在日落之後的那一邊，會聽到造物主天主歡迎我們說：來吧，我勤勞忠信的共同創造者，進入天國的美麗和幸福吧。